師5班千二嘅短途賽。第二、第三，好，你一起步獵寶勤相當快閘啊！響入邊有木火龍區，外邊嘅機械騎士第四啊，一路響外邊快馬加鞭啦。內欄藍白衫有力險大將，中間言心正啊，後呢個馬內欄尾5入直路有心意，中間添喜運，外邊藍眼罩尾3前衛火影，後邊一對快樂寶寶自醒大將嚟嘅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獵寶勤呢就拋離咗個零身位到啦，外邊天火同德就唔多啦，反而中間呢力險大將就喳喳聲追上嚟，偷入邊追仲係有心意啊，外邊位置嘅馬匹咧，先到機械騎士啊，最後百零米力險大將響中檔透出到穩勝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呢隻獵寶勤啊，第3名快樂寶寶，第4名就要影相啦，分別有心意同埋外邊啊添喜運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力險大將隨雨石馬房都再有頭馬交出啦，都拋嚟贏馬噶啦，跑第2名獵寶勤，第3呢快樂寶寶嘅尾耳追上嚟。第4名埋邊有心意，出邊添喜運需要影相。好啦，飛全部馬匹準備，妥當2場賽事4班1650準備。好啦，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見到大外檔喎，有呢隻就奮鬥輝煌騎上去啊，埋邊呢仲有前面放嘅馬呢，都仲係呢隻時尚歡欣嘅，接嚟咗個零身位到啦，咬到上嚟咯喎，咁啊見到進佔第2位就平海之星啊，第3位埋邊都靈勇士，外邊奮鬥輝煌，第5呢黃黑格仔衫嘅大力猴王啊，急劇墮退飛馬更威啊，涉內欄嗰邊呢仲有瑞奇威風掟出去，外邊活力精神都有同埋駕勢奇葩，最後200零米透出嘅馬就平海之星啊！見到中間奮鬥輝煌追緊啊，圓欄傳上嚟有刀靈勇士，外邊追係活力精神啊！咁啊埋邊揾緊位瑞奇威風啊，唔係好夠位，最後百零米活力精神外邊冚上嚟嘅勢相當好，都係出邊追嗰啲馬喎。咁啊有試跑得第2啊，第3名刀靈勇士，第4名係奮鬥輝煌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活力精神咁啊攞出去中外檔個場地上面呢，咁啊結果衝上嚟贏馬，外邊追上嚟試跑得都係外邊冚嘅喎。第3咁啊，涉內欄都靈勇士，第4名係奮鬥輝煌。好啦，今場就出邊冚啦，活力精神贏馬，第2名都係追嘅，試跑得第3呢，今次都有打答啊，都靈勇士第4班1650，大熱係10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位置有派頭啊，埋邊啊大數據，中檔小飛俠都前啲喎，外邊啊有環球英雄亦都搶埋上去啊，埋邊啊第4位外邊粉紅衫啊有派頭啦，內欄第5飛躍成就啦，咁啊第6位嘅馬仲有大數據啊，響外邊啲馬冚上去喎，正將啦新幹線啦，出邊標誌亮子都走埋上去藍衫嘅，咁啊再後邊嘅馬新幹線街福區外邊尾子呢就多利神區啊，暫時殿後就追風嚟㗎，咁啊可能嗰個段速咧比較慢咗，會唔會咧啲馬冚晒上去喎？咁啊埋邊呢就係呢隻街燈，仲係貼欄放嘅環球英雄就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埋邊小飛俠啦，中間有派頭啊，出邊正將大外檔標誌亮子冚啊，攞埋出去新幹線馬林中間大數據響入邊等位，仲有飛躍成就最出嗰邊多利神區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標誌亮子外邊一鼓作氣已經係冚咗上嚟啊，出邊追嘅嘛有新幹線大外檔多利神區啊，響入邊呢仲有街燈啦，中檔位置飛躍成就啊！最後百零米，標誌亮子已經係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拋甩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，外邊新幹線，第3多利神區，第4名係飛躍成就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對面直路尾啲馬呢就突然冚晒上去，標誌亮子當然都係其中一隻啦。咁啊結果入彎踩油發力率先贏馬，跑第2名係新幹線，第3名多利神區，第4名埋邊飛躍成就。好啦，中段變就變出個彩虹啦，標誌亮子逐支都再贏馬啦，幾人安第2名啊，九優啊，新幹途賽大熱係8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精益大師相當快閘啊，埋邊啊跑得好快啊，中間金運來啦，一個身位後邊第4位就係跑得好快啊，第5位踏雪尋梅內欄，第6方唐武士，第7呢就雪卡福星啊，成個馬群都扯到散晒啊，後邊嗰5匹馬心愛的海洋帝君，尾3淺藍帽呢就係維港激流，尾以內欄英雄豪邁包咗落尾仲係翠湖烈風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紅前到接嚟咗大一半嘅身位，中間追上嚟嘅馬呢有金運來啦，精益大師呢外邊搭
雪尋梅喎，埋邊位置仲有方唐武士啊，最出係維港激流啊，最後百零米紅前都仲係佔先啊，方唐武士中間追，外邊上咧有啲外閃啊，嗰隻咧就係踏雪尋梅啊，贏馬嗰匹係方唐武士啊，跑第2名咧就有啲近啦，埋邊紅前到出邊係踏雪尋梅。咁啊，中間咧咁啊夾住就金運來啦。結果今場賽事，方唐武士一落班就即刻翻嚟谷粗嘅贏馬啦。第2名其實臨尾嗰幾步有啲外閃啊，嗰隻踏雪尋梅啊。第3紅前到。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快閘嘅嘛，內欄二槍精神快喎，中間紅眼罩二槍精神啊，響外邊呢仲有缺一劍啊，褪咗少少保成至好啊，咁啊再內欄起馬啦，出邊啊百里王啦，後邊3匹馬準希望黃衫忍者傳承啊，響埋邊包咗落咩美洲狼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加州本事係佔先嘅，勝在當下中間追，內欄上嘅馬呢仲有二槍精神啊，中間啊大千絕塵啦，同埋心裏有數啦，出邊保成至好啊，最出仲有隻缺一劍，最後100米啦，埋邊佔先嘅馬仲係呢隻加州本事，但係大外檔一路斜跑，保成至好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心裏有數，贏馬嗰匹相當近啊！埋邊係加州本事，一路斜跑一路上，外邊位置保成至好啊！中間夾住嗰匹呢，咁啊有心裏有數。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係起馬嚟嘅。好啦，馬房有連接馬啦，呢隻加州本事啊，喺蔡明紹胯下再贏。而係12啊，暫時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發財先鋒慢咗閘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，中間奔放啦。D4係唯美主義，後邊3匹馬，紅海勁、浪漫戰神包咗落尾嘅馬，都仲係都靈福星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奔放再鬆一鬆佢，接嚟咗個零身位入嚟，沿欄進佔第2有青雲龍區，等內欄嗰邊有飛雪神區，中檔位置衝嘅馬有風神啦、龍紋變影啦，外邊安可最出係唯美主義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奔放已經拋離後邊嘅對手個幾身位，風神外邊追緊佢，出邊有安可，埋邊飛雪神區，中間發財先鋒，最後50米奔放到唔到，風神追唔追到？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！發財先鋒第3、第4名有飛雪神區同埋出邊安可，亦都需要影相啊！頭馬就相當接近噶啦，奔放走唔走得甩呢？10耀嘅風神逐步追上嚟，兩匹馬需要影相啊！好啦，好接近啊，一對馬。出邊啊風神，入邊啊奔放，邊隻道先呢？要影相啊！哇，好近喎！發財短途賽大熱暫時係1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埋邊長龍區快新解數呢，又前又後，依家又走翻上嚟第4喎，粉紅帽嗰匹啊！中檔第5有長龍區，內欄第6就駿馬之寶，中間呢黃衫第8位就團結戰寧啊！後邊嘅話貴麗人生啦、運來五寶啦、梁區好又褪咗落去，後邊一對黃衫利不可擋，藍衫呢就3強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佳運發呢仲係擠嚟咗大約個幾身位，中間有飛雲追啦，埋邊駿馬之寶上啦，外邊位置仲有長龍區最出運來五寶團結戰寧啊！最後100米到啦，佳運發仲係佔先半個身位，駿馬之寶越逼越緊啊！佳運發到啦，駿馬之寶第2、第3名外邊係運來五寶，第4名中檔位置呢，咁啊臨尾騎翻落去，嗰隻呢就團結戰寧同長龍區近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佳運發擺咗喺前面走啦，好耐冇喺谷草贏噶啦，第1 win 啊谷草贏嘅呢隻馬，第2駿馬之寶外邊追，運來五寶第3、第4名。好，你一開閘啦，幸運星球搶住出嚟，有隻馬大漏閘係傲然嚟㗎，咁啊埋邊安康萬里啊，第5位白衫有川河洞區啦，內欄有呢個林家山神啦，咁啊中檔位置輕功猛男，出邊沙井之友，後啲先有精彩進將見義勇為尾3啊，尾以駿馬之光搖搖包尾係傲然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幸運星球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中間成數表上啦，粉紅眼罩追，仲有安康萬里啊，出邊川河洞區上跟嚟，最出嗰邊仲有隻沙井之友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川河洞
洞區外邊逢馬過馬都穩勝呢場賽事㗎啦。第2名嘅馬呢，沙井之友追上嚟，入邊呢仲幸運星球兩匹馬近啊，最出精彩進帳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川河洞區成為大熱門之下贏馬，跑第2名呢，外邊追上嚟，沙井之友追上嚟個勢都幾勁嘅喎。入邊呢，咁啊紫色衫幸運星球都已經係偏嚟偏去啦。第4名精彩進帳啊！好啦，落飛落到大熱門得手啊！呢隻川河洞區重開勝門啊，鐘奕禮第2名啊，出邊啊。係7，準備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執緊啊，內欄位置電信巴打，中間呢仲有太陽勇士啦，外邊有3馬太易穩啊，出邊有喜蓮勇敢啦，中間第6位粉紅眼罩係遙遙領先啊，外邊啊我做到啊，內欄電信巴打褪啲啦，中檔尾4係大浪淘田啦，尾3外邊啊紅衫黃帽就銀進啊，後邊2隻星環快路都要攞出去外邊嚟爆噶啦，好啦正最後直路啦，至尊貴寶透出咗啊，外邊追佢嘅嘛有太陽勇士啊，攝入邊想有遙遙領先，大浪淘田入邊呢，咁啊亦都捐上嚟，再見到出邊追嘅嘛，仲係有隻喜蓮勇敢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外邊喜蓮勇敢透出啦，埋邊太易穩，中間鬥緊仲有大浪淘田，接近終點3匹馬拼埋到終點，要影相啊！埋邊太易穩，出邊喜蓮勇敢，中間夾住大浪淘田，第4名係嗰隻太陽勇士啊，臨尾呢咁啊有少少力弱啦，哇埋邊太易穩，咁啊捐咗上嚟，出邊喜蓮勇敢要影相，中間夾住係大浪淘田，第4名係太陽勇士啊！尾場賽事又鬥得好刺激。